头哥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虎年行大运！行大运！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！红包拿来！我早就递了红包冇。哼，你也3年就安样啦！一讲到红包啊，规张你就想要转走啦。当然转走去啊！唔向我本人红包，当然转走啊！那个唔能帮我红包，我就转走了啊！好啦，閒話冇講咁多啦，嚟，下說嚟嗬，聽下龍口卡，讓我聽數一下。聽數嘛計啊？係喎，佢狗餅啦、翻衫啦、鹽啦，味道嘅啊，木頭木角啦。做嘛呢？我講本糖啦，你喺啲客家人過年嘅習俗。哼，我當講本糖啦，既然你捉到老人痴戇症，還假歪啊哈？你樣講？你樣嚟講，因為唔家講嘅呀嗬，喺年初3嘅習俗，按到老厝討錢，古時話到木壁角，味道嘅翻衫啦、狗餅啦，還有鹽，本老厝嘅事，也按到老厝本錢，表示啊，老厝嘅做得共享1年嘅風俗哦。唔過也係處年而做嘅事情呢，今年又唔係處年，哎呦，馬馬虎虎都會使啊啦。講翻糖的啦，我講馬馬虎虎就算咧，就因為今年係虎年，我將特別虔誠，而個事情做好啦。拜託，頭擺1年按樣做啊，係因為老厝嘅交配打好關係啊。再講，亞木卡又冇老虎嘅，故說唔是按樣做。因為啲亞木卡冇老虎。啊？亞木卡有老虎？一直都有。啊娘喂，亞木卡一直都有老虎，我一直都唔知。我朋友，哎呀，冇聽人講母老虎就係老虎嘛，我朋友就係老虎嘛。同一條，你咁公開按樣講人本樣係老虎嘛？今年好日嚟過難嚟呀唔係啊？萬出定係心目中啊，我朋友就係老虎嘛。講法哦，係生意條啦，係無學本嘅老虎嘛？係無學本人本樣談到你就慘咧。哎呀，我做啲少了，今年係虎年，按到我本人嗬要係小老虎嘅你嘛，今年老虎最大，該巴結咧就係巴結，萬出啦。老虎老厝啊，差唔多啦，做法啊太快窮樣啦。仲講一句啊，我講嘅啦，小心隔牆有虎啊！哦，你頭哥，原來你講嘢嘅哦，你真係膽小如鼠呢。像你講啊，我最惱人講啊，像老鼠啊，我小老鼠嘅呢，你是不要看老鼠沒有哈。唔免愛看老鼠嘅毛啦，係問題係哦，唔看啦，一生意上手地度，真見除咗老鼠嘅。其他通過啦，全部都才能啦。咩人講啊？挨講嘅呀，比方講，日本人收老虎嘅啦，老虎嘅生存力啦就當強啊，又嘅競爭力啦比其他嘅通過行得強哦。古時人怎麼講啊？一虎當關，萬鼠莫敵。難怪啊，唔會按講日本人。好啦，其他人係講啦，冇錯啦，大家都知啊，唔聽嘢講啊，係同最後最會買最法啦。老古人人講都當好哦，講話愛有理，水木愛改皮。我也同做啊，唔係凊彩惡弄怪嘅亂講嘅哦。比方講啊，凊彩講其他上手啊嗬，有一條老鼠嘅就無法逃避。是講嘅堂看啦。喺度講牛誒，牛誒我耕田，老鼠係乜樣？老鼠嘅專題啊。老虎係啲動態。老鼠當牡丹嗎？當牡丹算哪個材料啊？嚇！我聽人講誒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當些時間看唔參些，就會成下晝去逃命啊！你真係當講死呢？再講土誒會大佛，古時咱會有人講高土3佛啦。老鼠啲別行會大龍，古時咱有人講啊，老鼠叫佢來會大龍。那以為對呢？當然呀，古時你冇看老鼠冇黑。再來，龍會耕田。老鼠樣誒，老鼠會耕田嘿，佢等你上去嘿。老鼠唔會耕田，唔過佢會同理。同理？係啊，同乜嘅理啊？哎呦，頭擺農業社會啊，老鼠當多啊，大家都小心啊，老鼠啊，佢會微博顯敵，佢會敵啊，再開那叫亂。古時你看到老鼠啊，鬼橋嚟反覆嘅時間，梗唔會剃頭，就會浸水啦。是聽過老人家係咁樣講嘅喲。古時人講老鼠會同理。好啦，再來講呀，沙冇骨頭，唔過話100歲。做得啦，吞得一條太香嘅蘑骨頭。老鼠佢當羊骨，係啊，老鼠啊啲流蛋嗬，
跌下来啊，跌上来，晓得，冇脑筋动。冇挪心斗啦，唔会挪心斗，师傅拍拍来哈，拜拜，下周六。就因为冇骨头啦哈，骨头软啦哈。骨头软啦。现在来讲啊，讲下马的蹒跚过梁，行走千里。老厝的天下土，污水桥地摆堵啊，安然吃菜，好多冇天理。用的犯出困难，老厝飞檐走壁，系为要放人。老厝为行业。行人。当到社会看到老厝的时间，啊，救命啦，怕怕。好嘞，给台做。厝也行，叫来夫，厝来宝，竹接手。喂，我骂人啊！唔敢骂人，好啦，你啊什么上手哦，功能全部讲起嘢，多注意啊！你还要听众啊，做观众朋友啊，讲到虎年那个吉祥话啊。哦，当然要讲吉祥话啊。讲啊，你下来哦，前两好赚的。讲乜嘅东西啊？好啦，过年啊，当然要讲好听嘅话啦。嚟到入面呢，就祝人呢观众朋友呢。虎虎生风，虎寿百丰，虎年行大运。唔，啊！我乜咁講啊？得好一本講起嘢唔嗌過嘛？唔凊彩講啊，只要有虎就做得嚟啊！講。你有虎就做得？有虎就做得啦。你啊，唔講呀？我唔講呀嚇。嚟凊彩。做觀眾朋友大家虎頭蛇尾，虎虎包包，馬馬虎虎，虎變尖尖。喂，同一條，我都係虎林旁邊嚟啦。車少年，同場，什麼大家？安子生。